如麻木教你害怕，就去獨處哭一會吧。謹記當今世界沒童話，不應自勉，轉這樣都不算差。還會痛哭，只算是人，但平時都已慣了嗎？逛街之後再花喝茶，舒適地躲進舒適圈也很可怕。今晚找個地方去痛哭吧，裝冷感傷大致都應該奉半天假。如愛仔教你害怕，就拼命去不舒服吧。不要簽收這個偽童話，多管世事好嗎？體溫裏有，但是沒熱情，又哪裏像人？連流淚都要戒了嗎？錯失朝日，只等晚霞，一早被安葬，舒適圈你甘心嗎？